如果我而家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最後一次完全專心做一件事而冇拎起手機係幾時？你可以唔使急住答，試下認真諗一諗，唔係1分鐘，唔係等車嗰陣睇2下，唔係一邊睇 YouTube 一邊覆 WhatsApp， 而係真正專注10分鐘、20分鐘，甚至1個鐘。如果你開始猶豫，甚至答唔出，呢一刻其實已經說明咗一件事，你可能唔係冇時間，而係你已經好耐冇試過真正專心。喺今日呢個世界，人類正慢慢出現一個非常奇怪但又非常真實嘅數字：3分鐘。大量平台數據 （Platform Analytics）、用戶行為研究 （User Behavior Studies） 同媒體觀察都指出，如果一段內容喺3分鐘之內吸引唔到觀眾，大部分人就會直接離開、劃走、關掉，再揾下一個刺激。你可以試下觀察自己，當你打開 YouTube 見到一條10分鐘影片，你第一個反應好可能係咁長。但當你打開 Shorts， 你可以連續睇20條、30條，甚至50條，完全唔覺時間過咗。問題唔係你冇時間，而係你嘅注意力已經被重新編程。呢個3分鐘正慢慢變成一條隱形嘅界線，一條屬於人類大腦嘅注意力臨界線 （attention threshold）。但呢條界線背後唔只係觀看習慣改變，而係大腦本身開始出現結構性轉變。要理解呢件事，我哋要先承認一樣被嚴重低估嘅能力——注意力。心理學入面有個重要概念叫認知資源 （cognitive resources）， 意思係大腦處理資訊嘅能力係有限，就好似電腦嘅運算能力，你開太多程式就會叻機。你每日可以用嘅注意力其實係有限資源，你用咗喺邊就等於放棄咗另一邊。而喺今日，問題唔係你唔想專心，而係有太多東西同時搶緊你呢一筆資源。但注意力唔單止係日常能力，佢其實係文明嘅基石。你試下諗一諗，如果人類冇長時間專注能力，會發生咩事？牛頓 Isaac Newton 唔會用幾十年時間研究引力 Gravity。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唔會用20幾年建立進化論 Evolution。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更加唔會推導出相對論 Relativity。今日你用緊嘅科技，無論係電腦、互聯網，甚至人工智能 AI， 全部都係長時間專注嘅結果。文明從來唔係建立喺即時刺激上面，而係建立喺長時間，甚至可以話係沉悶但深入嘅思考之上。但而家最大問題係人類開始失去忍受沉悶嘅能力。喺互聯網時代，有一個好關鍵嘅概念叫做注意力經濟 （attention economy）。以前最值錢嘅係資訊，而家資訊多到爆炸，真正稀缺嘅反而係人類嘅注意力。每日 YouTube 上傳幾十萬條影片， TikTok、Shorts、Reels 出現幾百萬條短片，通知、新聞、訊息幾乎無時無刻彈出嚟。每一個平台，每一間公司其實都喺度競爭同一樣嘢，你嘅時間。因為只要佢可以留住你，就可以播廣告、推內容、賺錢。你以為你係用平台，其實某程度上平台係用緊你。於是，一場全球規模嘅注意力爭奪戰開始咗。而喺呢場戰爭入面，最強武器就係短影片 （short form content）。15秒、30秒、1分鐘，每一條內容都被設計到極致緊湊，冇空白、冇停頓、冇思考時間。如果一條片唔夠吸引，你只需要一個動作，滑一下，新內容就即刻出現。呢種體驗其實唔係偶然，而係精準設計出嚟嘅結果。而設計背後最核心嘅技術就係演算法 （algorithm）。
演算法會根據你每一個細微行為去調整內容，例如你停留幾耐，你睇到幾多秒，你有冇重播，你幾時滑走，甚至你停喺某個畫面多一秒，都會被記錄。然後系統會問一個問題：點樣令你停留耐啲？而答案永遠都係提供更強、更快、更刺激嘅內容。但點解呢種機制會咁有效？答案係多巴胺系統 （Dopamine System）。多巴胺唔單止係快樂，而係一種關於期待同獎勵嘅信號。當你唔知道下一條片係咩，但覺得可能更好睇，你就會繼續滑。呢種不確定但可能有回報嘅設計，心理學上叫做可變獎勵 （Variable Reward），同賭博完全一樣。你拉一次老虎機唔一定中，但正正因為唔確定，你先會停唔到。短影片其實就係一個數碼賭場，而你每一次滑動其實都係一次下注。當大腦習慣咗呢種節奏之後，問題就開始浮現。以前你需要10分鐘、20分鐘先感受到滿足，而家10秒就夠。當你習慣咗10秒嘅刺激，你自然會覺得10分鐘太慢、太悶，甚至太痛苦。於是長時間專注開始變得困難，甚至變得唔舒服。呢種現象被稱為注意力碎片化 （Cognitive Fragmentation）， 即係你嘅注意力唔再連續，而係被切割成一段一段。你會發現自己睇書睇2頁就想滑手機，睇戲睇到一半就想 check 通知，做嘢5分鐘就分心。最諷刺嘅係，你仲以為自己吸收咗好多資訊，但實際上你失去咗最重要嘅能力——深度思考 （Deep Thinking）。呢種改變其實每日都喺你生活入面發生。你坐地鐵本來可以發呆，但你拎手機；你食飯，朋友未到，你滑手機；你排隊等人，甚至沖涼前都忍唔住睇一眼手機。你幾乎冇一刻真正靜落嚟，你嘅大腦冇休息，只係不停被刺激。當呢種狀態變成常態，影響就唔再只係個人，而係整個社會。教育會首先受到影響，因為學習需要專注，但當學生越嚟越難集中注意力，教學就被迫變得娛樂化。結果係學習變成表演，理解變成記憶，深度被表面取代。公共討論亦會退化，氣候變化 （climate change）、科技倫理 （tech ethics）、經濟政策 （economic policy） 呢啲複雜議題唔可能用15秒解釋清楚。但而家嘅世界正正係用15秒去理解世界。結果就係過度簡化、情緒化，甚至誤解。而對個人嚟講，影響更加直接。你會開始變得焦慮，因為大腦習慣咗高速刺激，一旦慢落嚟就覺得唔舒服。你會變得分心，因為大腦唔再習慣長時間專注。你會發現自己明明有時間，但完成唔到重要嘅事情。最諷刺嘅係，你以為自己自由選擇，但其實你嘅行為已經被演算法預測同引導。你以為你揀內容，其實內容揀緊你。所以真正嘅問題唔係科技有幾危險，而係你仲有冇能力停落嚟。你試下唔用手機30分鐘，你會開始覺得唔舒服，甚至焦躁。呢種感覺其實已經接近一種依賴。到最後3分鐘呢個數字唔再只係一個數據，而係一個信號。佢提醒我哋，人類嘅注意力可能正處於一個轉折點。喺呢個被刺激包圍嘅世界入面，真正重要嘅問題唔係你睇咗幾多，而係你仲可唔可以專心睇一樣嘢。因為注意力其實就係你人生嘅方向。你將注意力放喺邊，你嘅人生就會變成點。你選擇碎片，你就會得到碎片；你選擇深度，你先會得到理解。3分鐘可能只係一個習慣，
但亦可能係一個警號。數字唔會預言未來，但佢會提醒你世界正在變，而問題係你有冇察覺到呢個就係臨界數字。